阿摩司书第5章，以色列人啊，就听，我要对恁唱一首哀歌。少女以色列跋倒，袂阁起来，伊伫家己的土地，互人放杀，无人甲伊扶起来。因为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的城，1000个出征，剩100个转来；100个出征，剩10个转来。上主对以色列人讲：着祈求我，恁就为我，毋通去别地里找，毋通入去结甲，嘛毋通过去别是巴，因为结甲的人一定会互人掠去，别地里会灭亡。着祈求上主，恁就为我，若无伊会亲像盐火吞灭约瑟的家，烧尽别地里，无人会当甲伊拍花。恁惨啊！恁歪曲正直，吞大公义。恁着找迄位创造主，伊创造雾星甲参星，互黑暗变做黎明，互日时变做暗暝，命令海水拼伫地面。伊的称呼是上主。伊互堡垒忽然毁坏，互要塞变做土堆。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仰恶讲真实话的人，恁吞大散抢人，剥削因所思想的，所以恁用拍价的石头起的水厝住袂着，好的葡萄园出产的酒嘛啉袂着。我知恁的罪过偌尼大，恁的罪算袂了，恁后做义人受贿赂，伫城门口冤枉散抢人。伫即款邪恶的时势，巧人拢点点毋讲话，着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。恁才为我，安尼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照恁所讲的，甲恁同在。着怨恨歹，意爱好，伫城门口主持公道，安尼检采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施恩互约瑟家剩的子孙。所以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安尼讲：伫所有的广场有哀哭，伫逐条街路有人讲：惨啊！惨啊！因为叫做些人来啼哭，请牛唱哀歌的来哀哭。伫所有的葡萄园会有哀哭，因为我要来甲恁刑罚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恁仰望上主的日的人，惨啊！恁是安怎伫仰望上主的日？迄日是暗，毋是光。迄日来临，话
亲像人选比赛，煞拄着嫌，入去厝内，手换壁，煞互蛇咬着。上主诶日是暗，毋是光，暗暗暗，一时仔光都无。我也毋愿拒绝恁诶做棋，嘛无爱恁诶严肃会。恁献小法济，甲数济互我，我毋接受。恁献肥诶精神做平安祭，我嘛无要接纳。着互恁唱歌诶声离开我，恁弹琴诶调我无爱听。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以色列人啊，恁伫旷野40年，竟有献生礼甲礼物互我。恁讲恁为家己造诶神明，杀国王甲加温星神诶像，所以我要互恁受掠，去比大马士革搁较远诶所在。上主万军诶统帅上帝安尼宣告。